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賦予兒童遊戲權利，無論健全定係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都應該有足夠嘅遊樂機會。我哋都會想帶佢出去，可能行下玩下，但係其實可能一般大部分嘅遊樂場嘅設施都唔係真係咁適合佢玩嘅，咁變咗對佢嘅發展其實都會有一定嘅影響。特殊兒童咧，雖然去到成年咧，其實佢成個心境仍然係兒童嘅。咁問題就係我哋唔會有一啲諗法咧，係俾一啲成年嘅特殊嘅需要嘅人士去使用嘅。咁呢個喺香港嚟講咧，我諗除咗一啲特別嘅共融設施咁我都未必適合佢咁嘅年紀。政府喺2018年成功喺屯門公園打造一個共融遊樂場，並將會以呢個遊樂場為藍本，改建更多公共遊樂空間。對於一班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嚟講，點樣先係最好玩、最啱玩呢？6歲半嘅希晴患有腦部罕見病，同時亦有發展遲緩嘅問題，暫時仍然未能用言語同人溝通。而家佢喺呢間特殊學校讀緊1年級。佢就會有腦抽筋嘅情況啦，咁所以咧其實佢呢個病令到佢嘅平衡力係比較弱嘅，咁所以如果佢玩嘅時候咧，其實佢好多時候佢平衡唔到咧，佢甚至佢可能行到嘅時候咧，佢冇失重心嘅時候，佢會跌啊，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咯。點燈係咪啊？指住邊啊？希晴嘅爸爸媽媽為女兒選擇學校嘅時候，特別留意學校嘅環境。自9月開學以嚟，希晴可以話係完全融入校園嘅生活。佢哋呢個地方其實比較寬敞啦，比較大啦。咁其實佢都相對其實係需要大一啲嘅空間，可能真係可以俾佢安全地走動下。咁佢哋本身又有一個係真係感官嘅公園，可以玩水啊，又聽音樂啊，又聽啲唔同動物嘅聲音。咁其實對佢嘅刺激可以大啲同埋多啲啦。特殊學校無論喺教學或者治療方面，都會加入遊戲嘅元素。職業治療師許子欣希望小朋友透過同環境嘅互動，令佢哋運用身體及語言作出回應，刺激學生嘅學習動機。當我哋係揾到一啲啱嘅器材去幫助佢哋投入參與嘅時候，咁佢哋自然就會可能手腳並用啊，或者係好努力行到去一個地方啊，咁樣去參與我哋嗰個遊戲。咁佢哋其實中間佢哋已經學習到好多，即係身體控制上面啊，或者身體協調上面嘅能力咁樣咯。哇！呢個係豺狼嚟㗎！由於每位特殊需要嘅小朋友都有個別情況，硬件上嘅設施未必能夠為每一位小朋友度身訂造。每個人嘅需要都好唔同啊，即係冇話一項設施我就覺得可以俾晒所有嘅人去玩。咁但係我就覺得設計公園嘅設計者啦，如果佢哋可以再觀察多少少小朋友嘅需要，或者去檢討下其實嗰啲設施係符唔符合到佢哋，咁我相信未來會有更加多合適唔同需要嘅小朋友嘅設施咁樣咯。2019年施政報告當中，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提出要喺各區公共空間為兒童提供有趣味嘅遊玩地方。舊年經過改造後嘅屯門公園兒童遊樂場十分受到家長同埋小朋友嘅歡迎。我哋計劃喺未來5年改造全港超過170個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嘅公共遊樂空間，為使呢啲設施更具創意同埋趣味，同時滿足居民嘅需要。康文署喺改造設施過程中會鼓勵同埋促進社區參與同埋民間共議。屯門公園共融遊樂場嘅設計概念源自共融空間設計概念比賽嘅優勝作品，
正正係專業設計團隊、民間組織、一眾小朋友用家共議嘅成果。設施每個細節都具備咗共融元素。呢一個沙池咧，佢係一個好幼細嘅沙粒啦，可以俾小朋友訓練佢嗰個觸感。咁同埋都係好好一個嘅社交嘅地方。咁唔同能力啊同埋年紀嘅小朋友咧，都可以喺度享受到玩沙樂趣。咁另外啦，我哋亦都配合到唔同小朋友嘅需要啦。咁我哋會有一個玩沙嘅沙台啦。無論佢嘅身高啊，定還是係用緊輪椅咧，佢都可以咧泊埋去呢個沙台上邊咧玩沙嘅。咁其實就係我哋喺設計涼亭嘅時候咧，都特登咧迎合翻咧嗰個叫做爬蟲類生活嘅生境，一個樹林嘅感覺。咁啊有個綠色嘅光透嚟咧，好似一個光影嘅效果，視覺上刺激小朋友啦。遊樂場除咗可以激發小朋友體能，亦設置有助感統訓練嘅觸感場，帶嚟多重觀感刺激，包括視覺、聽覺、觸覺、前庭平衡感以及本體覺等等。怪獸口同埋個窿窿其實係咩嚟嘅咧？除咗係隧道之外咧，其實亦都係可以俾輪椅泊埋去個腳部咧，叫做貼近幅牆嘅空間嚟嘅。咁啊，如果幅牆咧冇一個窿嘅話咧，咁坐輪椅嘅小朋友咧就貼近唔到埋幅牆度。咁所以我哋刻意咧就喺個眼睛個轉盤嘅位置咧，我哋就開一個窿，咁啊方便佢可以褪埋去。同時間咧，小朋友亦都當一個捐山窿咁去玩咯。共融遊樂場嘅理念係無論殘疾及健全嘅小朋友都可以按個人能力喺遊樂場擁有平等嘅玩樂機會。屯門公園共融遊樂場咧，吸納咗唔同界別嘅小朋友嘅意見啦。我哋將佢嘅意見咧採納咗，然之後咧再融入喺我哋嘅設計當中。咁由於呢個係一個先導嘅計劃咧，我哋都好希望咧將呢個共融社會嘅理念咧推廣俾即係大眾嘅市民啦，從而咧就繼續再推廣去唔同嘅社區嗰度啦。鏗鏘集向康文署查詢關於改造共融遊樂空間嘅規模以及進度，署方以書面回覆表示，項目團隊會考慮場地現有面積、地形、配套同實際環境等因素，並透過社區參與，將合適嘅遊樂設施加入新改造嘅遊樂空間內。康文署亦正按計劃推展2020至22年度共43項公共遊樂空間改造工程。首個大型公共遊樂空間改造工程正喺深水埗公園進行，目標喺2022年年底完工。署方亦會加快其中4個小型公共遊樂空間嘅改造進度，等居住喺附近嘅小朋友同佢嘅屋企人都可以早日享用相關設施。咁呢一個咧，個主題遊樂場就係叫做月球之旅啦。咁所以當小朋友咧，一由正門入嚟咧，佢哋咧就可以穿過呢個火箭進入呢個遊樂場嘅。咁我哋你睇到行過嚟呢一個嘅火箭嘅入口啦，其實你見到佢嗰個設計咧，係坐輪椅嘅小朋友咧都好輕易咁樣咧行過去嘅咁樣。咁入到嚟嘅時候咧，小朋友就會發現，咦有回音喎！咁你會發覺咧，如果有聽障嘅小朋友咧，佢哋就會發覺，咦呢一個聲音嘅刺激咧，亦都對佢嚟講係一個好得意嘅體驗嚟嘅。共融呢個概念並唔係近年先出現，早喺1989年落成嘅京士柏遊樂場已經加入不同設施，俾不同嘅特殊需要兒童。往後30幾年，各區公園都加入共融設施。根據康文署提供資料，全港660幾個兒童遊樂場當中，共有498個均附設共融遊樂設施。我哋講緊咩叫做共融嘅遊樂設施咧？設施顧名思義咧，就係講一件嘅設施，譬如韆鞦係一件設施啦，滑梯係一件設施啦，搖搖板係一件設施。但係我哋如果講緊一個共融嘅遊樂空間或者共融嘅遊樂場咧，我哋講緊係一個整體嘅。個整體就包括我到底有幾多件唔同嘅遊樂設施，俾緊啲幾多種嘅體驗俾到小朋友。
同埋咧你講埋個佈局嘅，即係話我唔同嘅設施嘅擺位應該係點，我點樣能夠令到唔同能力嘅小朋友都好自由咁去玩到。自由遊戲嘅過程入面咧，其實我哋提供咗好多唔同嘅物料俾小朋友佢去探索啦。其實小朋友咧可能會好中意一啲我哋叫做鬆散嘅部分啦，例如係一啲紙碎啊，或者係紙皮啊咁樣。咁佢哋咧遇到自己想扮嘅角色，譬如好似係想做一個機械人嘅時候，係啦，咁咧佢諗到呢一樣嘢喎，咁佢咧就會自己去用啲紙皮咧去砌呢一嚿嘢出嚟。喺呢個自由遊戲過程入面，其實小朋友佢會好自發性咁樣去邀請人哋同佢玩，又或者我遇到困難啦，老師你可唔可以幫下我啊咁樣？咁呢一種自發性嘅社交溝通咧，其實喺一般嘅訓練入面係比較少見啲嘅。特殊教育需要嘅小朋友會透過遊戲學習。教育心理學家徐婉婷希望可以將自由遊戲元素帶去社區嘅公園。只要喺確保到小朋友係安全嘅情況底下咧，咁其實可以將一啲好簡單嘅物資擺喺公園度。例如我即刻諗到，譬如係一啲膠嘅磚塊啊，其實我哋都有陣時見到小朋友，我可能會自發性去搬呢啲假嘅一啲磚頭，咁就會大家一齊合力砌條橋啊，或者砌條隧道啊，或者砌一個圍欄啊、圍牆啊咁樣，即係好多嘅元素可以變化。咁其實呢啲都可以令到唔單止係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啦，其實一般嘅小朋友都好需要呢一啲嘢去引發佢哋嘅創意，同埋等佢哋有個靈活嘅思考空間。好，去啦喂，行公園啦，你都行得好快喎，今日。凌軒患有唐氏綜合症，屬於中度智障。爸爸 Alvin 經常都會帶佢嚟呢個公園。係上，OK， 你自己得㗎。呢個公園有幾個部分嘅，喺山下啦，咁有一啲嘅兒童遊樂嘅設施啦，咁有部分佢可以玩啦。另外咧，我就中意咧就上嚟呢個山上邊嘅。攞埋去坐下先，唞下，係咯，你唔唞我要唞。佢都要鍛鍊一啲身體腳嘅力度啊、肌力嘅控制啊，同埋咧，其實上落樓梯有好多嘅平衡嘅控制啊，咁都需要去訓練佢啊，咁樣，咁自己可以鍛鍊身體，咁咪同佢一齊更加好啦。行落一兩級，行幾步，然之後先再落一兩級，咁咧就會容易好多去控制。係啦，好。叻仔，繼續。除咗鍛鍊 ，Alvin 覺得凌軒都好需要去玩，所以呢啲附設不同設施嘅大型公園就好適合佢哋。小心，唔好戒親。不過凌軒細個去公園嘅時候，都遇過一啲障礙。即係例如後面一啲嘅設施咧，就係俾5至到12歲啦。咁嗱，因為我都試過咧帶小朋友上去啦，因為佢哋一定要成個過程要人參與啦。咁有啲管理員就即係提醒翻啦，我要使用嗰陣時候咧，因為嗰個重量啊，成年人係唔適合上去嘅。咁啊叫我哋落翻嚟，咁你落翻嚟講，佢又係冇得玩啦咁樣。哇！你咁樣玩？今年21歲嘅凌軒，心境仲係小朋友。Alvin 希望公園增設一啲為特殊人士而設嘅遊樂設施。遊樂場其實咧就係某程度上咧，我會睇嚟真係唔係我哋鍛鍊嘅，俾佢係父母或者照顧者同佢一個好親密一齊去玩嘅時間。咁咧要考慮到咧，其實有啲嘅設施裏面咧，可能唔係單係一個人去使用。1、2、3，譬如000嗰個咧，如果側邊多一個咧，咁啊，即係爹哋媽咪又同佢一齊，咁我又企喺度擰，你又喺度，咁咪一個直情係一個親子啊，咁其實會增強間彼此之間嘅關係啊咁樣咯。擰多啲啊！響一般再有多啲咧，響一啲公園咧就好似練力嗰啲多嘅，即係比年青人多啲嘅，咁啊真係唔係好適合佢嘅，即係好似諗俾一啲長者啲咧，而諗埋係俾特殊兒童，反而咧嗰個方向仲更加適合多啲添。
prepare the patient not strong enough, and you need to concern about his safety. I will fit. Elvin 本身係一位物理治療師，5年前提早退休，經常去靈軒嘅學校做家長義工，發現特殊學校普遍缺乏物理治療師，所以喺上年年初開始喺院校任教，希望培育更多物理治療師，將來投身呢個行業，可以多關注特殊需要兒童。對於兒童嚟講咧，佢唔會睇呢個係一個治療嘅程序，佢哋對於所有嘅嘢嘅活動對佢嚟講係玩嘅，咁所以好多時候會透過看起嚟好似遊戲嘅，其實咧可能我哋會針對不同嘅發育嘅情況啊、肌肉嘅需要啊，甚至一啲肌張力嘅問題啊，我哋進行一啲活動啊、治療咁樣咯。係啦，篤住，唔好入去，佢好中意草地啊佢，所以佢咧佢當咗呢個係草地咁樣，走去草叢度瞓喺度，好冇？好冇？玩一玩好冇？玩一玩。走。3年前落成嘅屯門公園共融遊樂場，集各項設施於一身，就算係特殊需要嘅小朋友，都能夠暢快咁玩樂。超開心啊你！呢個設施對希晴嚟講好大幫助，因為可以成個輪椅推入去俾佢去玩啊。其實希晴好想去玩跳彈床，咁但係如果有一啲普通嘅小朋友一齊去玩嘅時候咧，其實佢跳嗰個力度咧，對於希晴嚟講佢平衡唔到嘅，佢好容易會跌。但係其實嗰啲小朋友咧未必會就到特殊需要嘅小朋友佢哋嗰個玩法咯。就係唔得嘅係嘛？譬如希晴同一啲小朋友去玩氹氹轉嘅時候咧，基本上普通小朋友佢玩嘅速度同佢輪椅嘅速度，基本上佢哋可能未必會就得到、配合得到，咁其實好難兩邊一齊共用去玩咯。對於希晴嚟講，佢個病咧，其實佢講唔到嘢啦，佢開心或者唔開心，佢會用叫嚟表達啦，係啦，咁所以佢有時可能佢想用嗰樣，佢會叫嘅時候咧，喺公園裏邊有時尖叫嘅時候咧，側邊嘅人就會可能會有啲説話就話唔好叫啦，會影響其他小朋友啊，有病就唔好帶佢出街啦。我曾經都試過有呢啲嘅説話咯。希晴喺度等呢個好唔好？我哋排隊好唔好？排隊等好唔好？如果要佢等得耐咧，其實佢個情緒又會好敏陣啊，會發晒脾氣咁樣。其實如果可以有多幾個呢啲嘅設施嚟講咧，咁對於佢嚟講都好嘅幫助咯。咁亦都可以有唔同嘅小朋友可以玩到咯。咁我哋亦都考慮到啦，咁等候千秋嘅時間可能比較耐啦。咁所以我哋咧都喺千秋區咧設置咗呢個涼亭同埋呢個遊戲面板嘅。咁呢個遊戲面板嘅高度，如果適合坐輪椅嘅小朋友可以掂到啦。咁佢哋可以喺等候時候有啲玩下，冇咁悶咁樣。咁呢幅牆有特別地方咧，就係佢有兩面嘅。咁正面就色彩繽紛，適合小朋友去玩啦。咁後邊咧其實有一個叫休息嘅地方。當有啲小朋友有啲情緒嘅問題啊，或者需要做啲嘅叫做情緒舒緩嘅一啲嘅叫做休息嘅空間嘅時候咧，佢可以行去觸感牆嘅後邊，咁喺同家長一齊咧就喺度休息一下，咁令到佢咧可以舒緩翻情緒之後咧，再嚟翻遊樂場出邊玩嘅。遊樂場喺硬件上成功實踐共融理念，但係要真真正正達至共融效果，就需要市民嘅接納。康文署回覆我哋嘅提問，表示改建公園嘅同時，會鼓勵同促進社區參與同共議，並會透過社交媒體平台宣傳共融概念。好啦，行啦，自己行得唔得？唔得，唔拖啦。幫手。身為物理治療師嘅特殊人士家長 ，Elvin 會排除各種困難，擴闊靈軒嘅世界。佢哋不時都會一家人去遠足。呢個吊車喺咪度？喺度。有冇搭過？冇搭過啦。呢度。佢需要去探索呢個世界，因為好多時候呢啲特殊兒童佢可能嘅智障嘅關係咧，佢好驚去探索呢個世界。咁但係咧，如果你唔幫佢探索呢個世界嘅話，佢智能啊、體能啊咧就唔會再有進展嘅。
咁啊，家長其實好重要咧，我自己明白得到咧。咁所以唔係單係咧，淨係去運動場去運動，因為去運動場咧，佢哋冇乜興趣嘅，因為跑嚟跑去都係跑個圈。咁所以我好多時候帶佢咧，就去一啲郊外嘅地方啊。今次係第一次帶佢嚟咧，冇諗過時沿途咧喺度一路咁笑啊，好開心咁樣，即係問佢下次嚟唔嚟啊，都話再嚟過咁嘢咯。呢個社會裏面其實有好多唔同嘅需要嘅孩童啊，咁樣。雖然佢唔能夠去參與得到咧，但係其實佢都好喜歡睇人哋即係響參與個活動咧，佢就自己好開心啊，咁樣咯。未來遊樂空間嘅發展點樣再向前邁進一步？點樣先可以見到理想嘅共融景象？其實我哋講緊而家好多罐頭嘅遊樂場，其實以前佢哋可能都係曾經好玩，跟住我哋慢慢覺得佢好似倒模係一個罐頭嘅遊樂場。咁如果我哋而家只係將一啲成功嘅案例將佢倒模，或者我哋將佢倒模咗係另一個遊樂場，其實我哋只係成為另一個高級嘅罐頭遊樂場。咁我諗呢一個都唔係我哋想見到，同埋唔係一個真正嘅共融遊樂場，唔能夠回應到當區小朋友同埋特殊需要小朋友嘅需要咯。啲情侶就算佢去到呢啲屋企附近草地咧，佢就算碌喺個草地裏邊，可能攤喺度咧，佢都好開心嘅。就咁喺度碌下，佢已經係即係佢好滿足啊！我覺得其實政府可以起多啲一啲譬如有草地嘅地方啦，甚至可能有好多玩沙啊、玩水嘅一啲嘅公園啦，其實可以適合SEN 嘅小朋友啊，或者其實正常小朋友，我相信佢都係好中意呢啲嘅設施嘅。最重要咧，其實啲家長啊、照顧者嚟講咧，要帶佢哋咯。其實去接觸個世界，去擴闊佢思維咧，咁同埋有陣時候個社區裏面咧，嗰啲市民都需要認識呢個嘅群體嘅需要啊，同埋可以同佢有一啲嘅接觸。